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句话讲，放尿搅沙袂做堆。这句话意思是讲，一个团体内底，各人做各人的，无团结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堆。读倒位堆第一条。堆本地意思是讲土组织，咱即马讲是一部物件，买当讲是一堆。另外堆买当讲是贴悬的物件，像讲土堆、草堆，也个有堆会当讲是互两个人做一对，咱讲是塞做堆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粪堆，意思是粪扫堆；第二个词读做塞做堆，买当讲是送做堆。古早伫咧二九暝直接带新妇仔来做新妇，咱现在已经无新妇仔，会当讲是制造机会，互两个人去行，有机会乱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咱咧讲爱着较惨死，因两个人的个性足怪僻，常常互人屁想，那亲像是粪堆，无人要抵。结果朋友甲因塞做堆，无意中煞爱甲乌天暗地斗打甲麻麻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堆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